即马若讲要排大做生理，较省成本，有诶拢会去买一款三轮的电动车，兼载货兼打车咧走。不过，这种三轮车是袂使挂牌来上路的，这违规唔来靠车，计罚到9万块。这台电动车雄雄对对面车道切入来，骑车的民众是赶紧打动啊，避免弄着。不过斟酌看，这台电动车有3个链啊，佫无挂车牌。监理站表示，这都是大家讲的电动嘟嘟车。这几年有业者对中国进口零件入来台湾岛，真侪店头家上阵免纳税金甲保险，有人会买来送过，也是改造行动的打车来使用。依法后，他没有办法取得审验合格的证明，所以没有办法领的牌照。它是属于拼装车的一种，可能依法就是它不能在道路上行驶。依法不得于道路上行驶，违反者可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2条规定举发，禁止其行驶及车辆应予没入。交通大队强调，这款电动三轮车无牌照，若是封查到，会先开一张3600到10800块的罚单，而且会当场扣车，禁止继续驶伫街路。拄则买一台中国电动车做生意的头家，伊表示买车的时阵唔知这款车袂当伫街路驶，若是政府愿意开放领牌，伊嘛愿意配合检验，合法上路。我们也希望挂牌，挂牌就跟机车一样了嘛。当然是好事啊！同款无牌照的，阁有老大人代步的电动车。这款代步车是行人辅助，敢若会当伫咧人行道阁有顶啊卡驶。交通大队嘛呼吁，电动代步车千万唔通违规骑伫车路。除了后发生交通事故，警察嘛会当开罚单。记者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